准高雄报道。再来看宜兰县政府方面讲，一个做舞台灯光甲音响的厂商，摕10万块乌西县政府文化局负责东元节活动的人员哦。另外，民政处举办的元旦升旗典礼甲其他活动，嘛互查到讲舞台灯光少有虚报的情况，厂商甲县政府员工已经互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咯。 廉政署人员19早起，今日要宜兰县政府执行搜查，要查县政府民政处甲文化局有活动承办人员涉嫌家暴校目，甚至有灯光舞台厂商对公务人员诬陷。那本案经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赖姓承办人及张姓厂商，他们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那犯罪嫌疑重大，有串证，还有 首犯最轻本行为5年以上之重罪，向法院来申请羁押。有一则事实是他，我们被告公务员这个部分拿了10万块，检察官的申请事实里面记载是这样。那另外其他的金额其实都不高，都只有几万块而已。这是宜兰县长林祖苗牵涉到土地贪渎案了后，县政府搁再因为贪渎案互人搜查，检验查出办理舞台灯光甲音响现场的厂商涉嫌诬陷县政府文化局负责东元节活动4赖约雇人员10万块。县政府民政处办理元旦升旗典礼，也甲建军活动，嘛互人查出舞台甲灯光有家暴校目问题，甚至诈领公款。减嘛外口10年啊，那个是。哎，就还了。 3个规暝拢袂困。4赖约雇人员的爸爸到庭法院关心囡仔案情，不过专案现场的厂商4赖约雇人员拢互法院依照违反贪污等罪嫌裁定羁押禁见。其他迄个时阵担任民政处4区的约雇人员、4任的人员、4院的科长，也甲4任的厂商，拢互地检署入令3万至10万不等交保候团。宜兰县政府乡镇公所一直出现贪渎案件，最近廉政形象受到严重打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调开。